大三巴牌坊呢，是我们澳门历史城区的其中一个组成部分。它最初的名字呢，其实叫做议事亭，在以前呢，它也是一个议政的中心。钢鼎剧院呢，是中国最早的西式的剧院。环东图书馆整体是一个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历史建筑。郑家大屋就是完全在展现中国的传统文化，我们感觉到了澳门的热烈。欢迎大家到澳门，感受我们中西文化交融的这样的魅力，探索我们城市的文化的生命力。澳门有很多的故事跟文化，期待大家来发现。看历史城区是中西美食。当然，如果你也有澳门故事，可以跟我们进行分享、留言互動，期待你與澳門的邂逅。跟麥中華文化名家走進港澳 ，City Walk 西圍澳門新發現，聽晚8點50分，澳視澳門。